咱来想一个问题吼，准讲今仔日你有一个棚啊，顶悬放10只猪啊，量出来拢总像讲2000公斤，你要甲人讲这件代志，你会安那去甲画出来，还是写出来吼？记伫纸顶面，后摆你家己搁要倒来看，还是你要摕互别人看？你要哪做这件代志？吼，有做这种方式。那上简单的就是讲，我真正去画。讲我有1、2、3、4、5、6、7、8、9、10。我讲安尼这猪合起来，拢总是头讲偌济吼，2000公斤。你会当伫纸顶悬记这个物件，你可能爱伫遮看是要画一个猪的形啦吼，还是讲你要写讲这个是一只猪，安尼后摆你该知影讲这一个圆箍就是猪，这是一种方式。毋过咱会看这个影片的人啦吼，应该拢对一寡基本的代数，像加减乘分吼，只有基本的概念。所以咱会想着讲吼，我会当甲这叫做10只猪啊，我当讲10只吼，乘安尼10只这种猪啊，讲啊，或者2000公斤，你嘛会当安尼写，就加真简性啊。你嘛想着讲安尼，我嘛是会当莫用画图的啊，我就像头端咧写字啊吼，我就讲我有10只的猪。或者2000，安尼嘛是会使。若要搁较简性讲，安怎规气了，毋免写安尼啦吼。这是讲伊猪敢若2个字无好写吼。我若有一寡物件较长诶，像讲10代拖拉骨，你会写拖拉骨迄个字就较长。你会当家己安尼记好讲10只猪，是2000。这个过程咱会当看到一件代志吼。咱对一开始10个物件安尼。你若要用上基本诶，咱细汉囡仔咧学诶物件，讲我全部加，全部拢加合起来，叫做2000啊。咱为着要简省这个表达方式，咱就发明一种叫做生化的符号，一种运算的方式。啊，大家拢有学过，有互相约束一个共款的理解基础，你就看有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的简省的写法。过来就是咱会甲实体物件用一个符号，啊，这个符号你来家己定义。啊，当然啦吼。你若家己干那写上尾一撮吼，你可能爱伫边仔注明讲，这个字母伊是虾米物件，你会直接甲迄个定义写好清楚吼。啊，咱工程上、科学上做这种物件咧，像安尼，咱一个定义一个公式吼，伊可能内底有一寡数字、甲符号、甲一寡运算的物件。啊，你就爱伫边仔甲人讲，我这个符号是伫这个所在是虾米意思？吼，安尼大家就当开始做分析啦吼，做教育安尼。这是第一件要甲大家讲的代志。啊，现在要讲到这吼，这是因为有一寡数学上的表达方式，意思上就是为着咱头先讲的，咱要简省，咱要足紧甲物件概念记落来，啊，大家会当互相理解。啊，咱搁举另外一个例吼，像讲诶，我搁加讲中插播一个我想的物件吼，咱咧看加减乘分的时阵吼。这个加减可能较无啥问题吼，毋过咱在理解看到一寡科学工程的表达式的时，有当时咱用另一种想法会较好想。这个加就是一直增加的意思，所以有当时伊是一个方向啦吼，伊就是讲我愈来愈大，啊，这个一直扣除你就愈减愈少，所以这两个物件伊有当时也是方向的倒变，咱后壁若有机会会断掉吼。就是讲，你若看到有一个物理量，还是一个数字，伊头前是加，伊可能是位顶悬，还是讲位正平，这种会当讲互好势，这无一定，无讲一定爱安怎，毋过你爱讲互清楚，啊头前后壁爱共款的定义，安尼若符合这个，伊就是另外一个方向。反正这两个物件，一定是代表倒变，互相倒变的相反的意思吼。啊，乘会当伫数学上。就是加的一种简省的计算方式，咱头都有看过吼。啊，分就是扣除减的一种较紧的、较快的方式。啊，这个乘甲分，咱直接要搁加讲一个吼。我先甲付掉。咱这个乘甲分呢，咱先讲乘好啊。我写一个例吼，像讲一个3就是一个3吼，这无啥物好讲的。啊，我若2个3小乘，我就是9。啊，我若搁加乘一个入来，就是27，这拢无啥问题。问题出伫对，我今日若要叫你算10个3小乘，
你是毋是爱写？你一直想以前你爱写3乘3，吼，写拢总爱写10个，拢写10个，这我毋知啦吼，遐去讲，你即个所在爱写10个3，吼，安尼写起来足费气，写起来足费气。啊，咱就像头仔讲诶，乘已经是加简性诶写法啦，表达方式。安尼即个物件，足侪物件家己小乘足侪解同款，咱嘛是有较快诶写法吼。咱来看，这是一个3，这是2个，这3一直到这是10个，咱有一种写法。你若3有一个，才写一个1啊，因为即个1伫遮无啥意思，所以即个1定定咱诶简性无写吼，简性无写。啊，即个就是2个3，咱就写伫伊诶顶悬角角遮。啊，即个咧，就3个3，吼，啊，像安尼写，即个上尾一做咧，怎讲吼？我就是3伫正手边顶头面遮写一个10吼，写较明诶。安尼人就知影讲，安尼叫做10个3小乘，你就毋免写长落去吼，写到遮长，啊，佮可能会加写一个减写一个吼，毋知影，啊，你当甲算出来吼，啊，等计算机也是电算机去算就好。像安尼，这就是一种叫做咱若对日语汉语来借过来讲吼，叫做密乘吼，密乘。伊即个物件就是用正边顶头角角即个所在诶数字来代表咱下骹即个做底大字诶字有几个做伙成，简单讲是安尼。啊，伫遮咱插播一个物件，后摆咱有机会动一个物件。3，我若遮写一个0吼，伊表示遮无物件，啊，即个结果拢是写做1。吼，咱先知即件代志了，先甲记起来，后摆咱会当着吼。啊，这数学上安那证明我。嘛毋知要来甲大家讲吼，迄我无识吼。啊，所以毋管什么数字，若无物件，咱拢甲记做1吼。咱会当着的机会大概是安尼。好，啊，这算先补充一下吼。啊，若要用咱的话讲即个数字吼，这有一个讲法，就是你人讲几厝吼，几摆啦吼，迄个厝。啊，这就是3个1厝，吼，这是伊2厝，啊，这3厝，啊，这就是10厝安尼。安尼，你若英语我记诶是，你若要揣英语，会讲咱是几个泡就对啦吼。伊是到伊诶3个几个泡安尼，我记是安尼讲。好，即个物件咱会当搁进一步，来参本法去看着关系吼。安怎讲呢？咱若永存细汉咧学本法上简单上基础迄阵来讲吼，我9若分3，我就得到3，吼。啊，若6分3。我来得到2，安尼一直落来。啊，我若准讲问你一个问题，1去分3，吼，咱若上早咧学这个物件，讲这无够分吼，你就无法度写，因为迄阵咱敢若有整数诶概念。啊，尾啦，咱学着小数了，就知讲吼，这个物件会当讲是0.333，安尼一直落，啊分袂尽吼，你就一直写落，还是你可以当写做0.3循环安尼吼。这嘛是种写法，表示这后壁无限的啦吼。啊，那个较后壁，咱就知影，咱学着分数的概念，讲吼，这个物件你嘛无的确爱写甲复杂个写袂清气，迄种感觉吼，一直拖一个尾伫遐，咱会当直接甲写做分数的概念，就是1/3，安尼就好啊，安尼较简单，啊个清楚吼，安尼就是1分3分，10分就是1/3，简单，安尼结束啊。啊，啥要讲到这呢？我来甲头段物件写一解吼。咱会当安尼讲，我若1分3，这就是1/3。啊，我若1分9，这就是9/1。意思上就是2个3伫下骹吼，即摆安尼写，大家应该看有啊。啊，我若分27分，下骹是3个3厝吼，啊倒边吼，这叫逆数啦吼，逆数。啊，共款，我若无算这个数字啦吼，我嘛会当讲分3个10厝，分这侪分。啊，这个物件参头仔看有点仔像吼，毋过伊是倒边写，伊就是伊个逆数的这个概念。伊参头仔遐个，咱讲3个几厝乘起来拄好是1吼。啊，咱伫遮会当用另外一个写法。你若大概拢写即个几分1吼，有哪无表达起来有哪无遐简性吼。所以伫实用上，咱会安尼写，安尼咱会这是一个1嘛吼，咱可以记这是一个1。啊，伊伫下骹，伊是倒边的，咱头仔讲。正甲负，伊是一种倒边的概念，所以伫这个时阵，咱就会写讲，伊是3个负1厝，啊，这个会写做3负2厝安尼，啊，这个会当写做3负3厝，啊，这个会当写做负10厝。所以对照咱头拄仔咧讲的迄个物件，大家会当看出来吼。
咱会当用这种简性的写法来表达这个数字。安尼大家若后摆看到讲正边顶悬角头遮有一个正也是负的什么几处，你就知是这个下底这个数字伊家己去乘几摆，还是家己去分几摆安尼。这伫实际上定用的，因为咱这个世界大甲小会差真济。别项莫讲啦像咱一个人几公斤，好咱用60公斤好啊，咱一个人总共伊是60公斤，你一粒地球咧，地球几公斤？地球我去查网络维基差不多啦差不多，无甲这个数字24公斤。咱若毋是用这种写法你会写甲后最后摆写，你爱算24个零拖伫后边这敢若一个零，所以我直接我直接先怎甲大家讲者，咱嘛会当甲写做安尼，伊就是6乘1个10公斤当然迄一你免写，毋过咱安尼一比你会知讲差。这毋是敢若24倍这是你加一个1，就是加乘一个0来10倍起哩这是24个10倍安尼的迄个概念迄是真大的差别当然你若有一寡物件足细，像讲我有一寡足小的细菌还是啥物货啦伊的容量可能是负的偌济，我嘛毋知影我毋敢后白写就是一个负的偌济公斤，你会知讲这是一个足轻的物件像安尼。咱就会当去甲真简单表达出来。你写，大家拢知影，大家别人写，你嘛知影。安尼咱就会当做交流。好上尾，搁要甲大家啰嗦一项物件就是讲，倒转来咱头拄上早讲迄个猪仔的迄个概念像讲三只猪是我嘛袂记偌济600公斤。咱这个要代表某一种概念数字的符号。咱号做变数，毋是变数变数那英文就是 variables 安尼变数，就代表伊毋是一个固定的物件啦你会当摕伊来表达无共的概念甲数字这个符号，就我头拄讲的，你头前后壁交代清楚就好，你参你咧交流的对方，恁有约束好势就会使。咱现代主流社会来讲，一般会用罗马字系统啦像讲咱用 X 用 Y 用 Z 这种你用 ABC 拢总会使。有当时有一寡无共的意义当着你就知影。有时你嘛看到讲用文字母26字大细本字大小写拢总起来用，有当时无够，会用希腊字母会用什么阿法、贝塔、伽马这物件这嘛有大细本的，嘛有大小写，这当着还去讲要讲的是，看到这种符号毋免紧张你就爱去甲斟酌甲找看讲，伫伊这个问题内底，伊是表示什么款的意义？你去理解伊的意义，你就会当靠机会看有伊咧写迄个公式，还是咧定义是什么货上尾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咱定用 X 来表示咱毋知影物件，所以你会看到讲像我头拄讲的。3A 某物件是600，这600可能是600公尺、600公斤、600块，拢有可能这个乘的符号甲这个 X 这个符号足乘的你也有人写是较老粗的还是讲我写较赶紧的你就写做安尼，伊就足歹去分别的有当时也看毋到伊因为安尼咱会有一寡大概习惯的写法啦像讲。我就甲简称做一个点，安尼写，安尼这两个就袂分毋对。当然这毋是参小数迄个点无共伊是写伫中，是写伫下骹毋是像这种头拄咱讲的什么0.3安尼对，这是写伫下骹这是中一个点。当然咱后壁学着佫较深的数学有一寡无共物件，这点有其他的意义啦你共款当着还佫讲符号有限啦概念无限，所以爱看是伫对一个。工程也是科学的知识范围内底，有伊家己习惯的定义再来，咱人拢是笨蛋的会当愈简性愈好。有时你嘛看到阮直接安尼写就好连迄个点拢毋免安尼写人嘛人讲这就是某物件伊的3倍，就是600。安尼你会当后壁会当继续去分析讲安尼这个物件我甲3分过就是600。安尼像一款代志。好今仔日。大家交代一寡我头壳内底想到的咱若要去学一寡物理啦还是化学等等遐个，还是工程的物件，
基本上会看到上基础的代数。想要甲大家讲者，代数你若英语是 algebra， 安尼大家若要去查较知影是对是类字。代数这个物件基本上就是甲即种符号啦吼，即个变数用加啦、减啦、乘啦、分啦，大概是一寡运算的方式，安尼去处理一寡概念，吼，去做一寡分析。好安尼后摆咱后座还阁来继续用遮个物件，咱会当去理解一寡物理上的代志。